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弟兄们，请静下心来，我们做一个预备祷告。天父上帝，万有的主，我们仰望你，追随你。今天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能在这里服侍，是多么的有恩典！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平安，看顾我们周遭的环境，在主怀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享受主恩的滋味。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下来诗歌敬拜，我要歌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等一下的时候，我们来唱2遍。在新灵粮诗选30首。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起初这样，现在这样。
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起因文，今天的起因文在诗篇123篇，诗篇123篇，在旧约655页。等一下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印。诗篇123篇，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第4节我们一起。我们被那些安乐的人讥笑和骄傲的人藐视已到极处。接下来公祷，请弟兄姐妹们参阅周报第3页。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信友们在这里有几个愿望来向你祷告，求主垂听怜悯。为东南亚国家1年来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民众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为台湾卫理公会中区教会祷告，太平信福港卫理堂邱辉杰传道，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以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祷告，也为台湾水情告急，需要上帝格外施恩祷告。主耶稣，请陶冶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坚强的人，能够知道什么时候是软弱的，使我们成为一个勇敢的人，能够在畏惧的时候认清自己，谋求补救，使我们在诚实的失败之中能够自豪而不屈，在获得成功之际能够谦逊而温和。主耶稣，甚愿你赐福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扩张我们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保佑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接着，我以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圣道理，今课我们请曾荣基弟兄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第一处经课在士师记的4章1到7节。士师记4章1到7节，教会公用圣经240页。士师记4章1到7节，由我来攻读。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
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低斯，将亚比拿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第二处的经课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到11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到11节，在教会公用圣经第226页。教会圣经226页，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到11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上帝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应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以上是今天的经课。谢谢郑荣基弟兄，我们攻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是读经，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在新约31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即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换给兑换银钱的去。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万的，因为还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就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了。”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献诗，我们请诗班。
接下来正道天国的马太效应，我们请蔡牧师为我们传讲。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做礼拜，一起来感谢上帝。我相信大家刚刚听到我们的诗班的献诗，一定心里面觉得相当的感动。每一次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诗班总是带领我们来敬拜，而且今天还有另外一种乐器，有听到这个小提琴的声音来跟我们一起的伴奏。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用各样的乐器来敬拜上帝，这是美好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上帝，能够在这里能够透过这些美好的诗歌，把我们的祷告献在上帝的面前，那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所以诗歌也是一种祷告，诗歌是有韵律的祷告，让我们透过诗歌可以把祷告献在主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里听诗歌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们在听诗歌，天上的上帝还有众天使也一起来听听这样的声音。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跟着我们的诗班一起在这里唱和，把我们的声音献在上帝的面前，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上帝的面前。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当真哈，千万不要这样做，要不然的话可能那个老公的这个荷包就亏大了。各位知道姐妹们常常会讲一个事情，就是衣橱里面总是少一件衣服，对不对？我相信很多的姐妹一定心里都很有同感，衣橱里面总是少一件衣服。有一个小姐，有一个姐妹，她跟她的先生讲说，老公，我们去买衣服好不好？你知道听到要买衣服，其实老公心里面都会觉得很难过，又要花钱了，所以他就跟他的太太讲说，太太，你的衣橱已经满了，不要再买衣服了，好不好啊？然后这个太太当然也这个很体贴，她就跟老公说，好，那我们就不要买衣服了。老公当然就觉得心里面高兴，跟他讲说，好，你好乖啊，你今天特别的让我觉得高兴。结果后来他的太太跟他讲说，那老公，我们去买一个衣橱好不好？知道那个意思吗？再买一个衣橱，我就有空间可以再放衣服了啊。但是当然圣经里面跟我们教导说，这个男人要保养跟顾惜自己的太太，所以当然太太穿得漂亮那是面子啊，那是很好的啊。所以让姐妹们可以有机会也有这样的时间，可以对自己做一些打理跟打扮是好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透过今天圣经的教导来对我们有帮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来祷告，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2天我跟师母到台北去就是开会，我们去那个牧职的进修会。那当然各位知道，如果我们要去搭车的时候，一定要提早时间去。如果不提早时间去，有时候错过了车班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只能够望车兴叹，看到那个车过去，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个搭上车。所以各位，圣经里面常常有一个词，当我们最近在分享的几段经文里面，常常会讲到一个东西叫做哀哭切齿，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当你看到那个车过去的时候，你只能够哀哭切齿。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其实早上来做礼拜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也许你需要提早一点时间出来，但是当你提早来这里预备的时候，那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我喜欢在早上在做礼拜前，因为我们第一堂的礼拜在8点半，所以我很习惯在8点钟的时候，我要回到办公室里面有一段安静片刻的时间。我会打开这个电脑里面放这个诗歌的音乐，然后会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的安静跟祷告，在那里让我可以先安静下来，然后预备今天要讲的内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需要有一段时间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包括你可以用祷告来安静自己，或者是用诗歌来让我们自己可以在诗歌当中可以获得一点安静的时刻。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安静的时间需要来思想上帝，今天上帝要对我说话，今天上帝要对我启示的是什么。
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刻听到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好，那我常常讲说，我们最近那个网络非常方便，让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很好的内容，让我们可以有得到一些的提醒。那这个论坛报最近有出了一个东西，叫做这个默想这个成熟的记号。那到底成熟，到底有哪些的特质可以让我们看见？到底哪些叫做成熟的表现？基督徒的成熟应该在哪些的地方？昨天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小姐妹，她今年才刚上国中。那当然她的因为已经大孩子了，所以她跟去年的身高已经有明显的不一样，身材也长大了很多。那更特别的地方是，过去她是一直都是看别人做事的。昨天她特别来到教会里面来做志工，她帮忙擦了1楼的这个电风扇，让我们的1楼有电风扇的这个因为1年的经过，所以有很多的灰尘会在电风扇上面，所以她不但是能够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外在，他也能够开始学会去服侍跟服务别人。所以他不单是在身材上面长大，他在他的心里面也开始发现他应该要做些什么去服务别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成熟不是只是指外在的部分，也包括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好，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领导力大师叫史蒂芬·科维，这个人他说有90跟10的理论，当然有人听过80跟20的理论，差不多类似像这样。他说生命的10%是由你的际遇所组成，但是剩下的90%是由反应决定的，就是你的反应是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决定。所以一个这个调控成败的关键是在一个人的成熟度，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跟你的态度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但是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这个是一个成熟度的表现。所以有很多人外表看起来很成熟，但是举止好像是没有成年一样。所以有些人好像很年轻，但是却会被人家说，你做事很成熟。所以成熟到底是什么？好像不是一个年纪可以去做区分的，或是好像是一个身材身形可以做区分的。那到底成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他说成熟不是年纪，不是外观，不是成就，不是学位，成熟是一种态度。所以成熟不是因为我这个身材已经很大了，或者是我已经这个年纪很大了，而是你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给我们的几个提醒。他说压力之下依然能够保持乐观的正面的态度。所以有些人面对困难跟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开始负面的想法，开始有一些负面的这样的思考，甚至觉得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或是可能有很多的一些的叫做就是不愉快在心里面。所以当然我们生命当中会面临每个阶段会面临不同的一个状态，但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压力下仍然保持正面的积极的态度，是决定我们是否成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会喜欢放弃，放弃是最快的。所以能够成熟的人，他能够知道我不能够放弃，我仍然要在困难的当中继续的能够来前行。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能看见别人的需要跟善待他人。一个成熟的人，他不是只有想到自己要什么，而是能够跟别人做分享。所以当你能够开始跟别人做分享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成熟的，你能够考虑到别人的需要。小朋友只是考虑到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当中有父母亲，你一定可以知道，小朋友如果饿了他就哭，然后他如果有什么样的东西，他就会跟父母亲要，或是跟别人要。但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他是愿意给出去的。所以成熟的人不是只有看到自己的需要，他也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在哪里，不是用外貌去待人，不轻看人，侮辱别人，或是去剥削别人。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这也是一个成熟的表现。第三个就是在话语上面，言语上面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在话语上面谨慎言语，这也是长大成熟的一个表现。各位知道，在华人的这个文化里面，常常会提到一个事情，叫做这个我们台湾话台语叫做什么？囡仔人有耳无嘴，对不对或是童言无忌，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说，小朋友说话是不用负责任的。但是你的成熟是什么？
你的说话是必须要负责任的，你的态度在说话上面是必须要负责任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事情是，有的人跟人家约好了，比如说约好时间，但是他却没有照那个时间来，或者甚至是可能拖延了，那都表示说在这个部分上没有足够的成熟。所以跟人约好的或者是讲的事情是必须要信守那个承诺，这个是在言语上面可以看到的一个成熟的态度。再来就是我们看到成熟的人里面，生命里面会减少跟能够避免一些的冲突。当然冲突是无可避免的，有时候我们会跟人意见不同，有时候我们会跟人家想法不一样，但是成熟的人会懂得能够推让，或者是能够知道用理性的方式去做一些的判断，而不是只是照顾或是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自私或骄傲与论断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些都容易造成冲突。所以成熟的人是一个和平的制造者，他不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所以能够让别人和平的是一个成熟的人，能够让跟别人有一些好的应答应对是一个成熟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所以能够让人和睦，能够与人和睦，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命的成熟当中，可以看到能够跟人能够有减少冲突的机会。好，看下一页。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耐心也是一个需要学习的功课。刚刚我们提到有很多人没有耐心，华语里面常常会提到一个事情叫做3分钟的热度。很多人他可能热衷一些事情，但是只有3分钟的时间，但是能够坚持3分钟，现在也很不简单了。各位知道，要泡一碗泡面也要等3分钟的时间，所以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没有耐心。所以耐心也是需要时间的，包括学习也是要耐心的这样的一个功课。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用忍耐，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有一些事情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让我们可以渐渐的成长。所以以前我的老师曾经这样讲，他说如果你要种一颗青菜，大概只要2个礼拜就可以，但是如果你要种一棵树，可能要20年的时间。所以你要种一些什么在你的心里面，这是需要去考虑的，花时间并且耐心的等候，这是需要的时间。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忍耐跟等候，这也是成熟的一个表现。所以这里给我们这些的提醒，他说希望我们能够用正面来看待压力，善待别人，谨慎自己的言行，使人和睦，具备耐心，让人感到我们是一个成熟跟温暖的人。当然这个适用在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是适用的。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特别属灵的人更需要在这些事情上面需要有更多的操练，让人看见我们里面的生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所以今天铺陈这么多的内容是为了什么？因为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东西叫做马太效应。那很多人不晓得说马太效应到底什么叫马太效应。好，那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给大家的 PPT， 这是1968年有一个美国的科学家，可能是一个经济学者，叫罗伯特·莫顿这个人，他研发了一个理论，因为他从圣经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理论。看到什么样的理论？他看到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他提出这样的一个理论的时候，这是一个社会心理现象，就是似乎看起来拥有资源更多或是越成功的人，或是我们叫做人生胜利组的人，好像成功的机会是越大的。所以他说任何的个体、群体或是地区，一旦在某一个方面获得成功跟进步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积极跟优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机会就会获得更大跟成功的这样的一个进步。这个是他的一个理论。当然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圣经的马太效应，跟他所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会看到他所提出来的是在经济上面，好像你拥有越多，或是你的成就越大，你就越能够赚取到更多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去提到那个心态跟态度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好，所以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马太效应，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说，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牧师不是要教经济学，因为我不是经济学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是在属灵上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当你
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属灵状态的当中，如果你没有去好好的去发挥上帝给你的这些的恩赐，或是这些的恩典的时候，恐怕你所拥有的就是你原来的东西，甚至没有了。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学习，去知道怎么样了解在天国里面的那个马太效应，跟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地上的有关经济上面的马太效应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圣经在14节的地方。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的第一个提醒。我们来看一下14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念来。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一个人他要去国外了，所以他要把他的一些的财产分给他的家业，分给他的这些仆人，让他们去经营跟管理他的家业。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在创世纪里面，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里面的故事，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他赋予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去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圣经上说，他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然后把世界交给人来管理。人并不是叫做拥有这些的东西，而是我们拥有的是管理权。能够了解意思吗？很多人以为说，这个全地球都是人类的，所以人类可以大量的肆意的去破坏或是去使用它。事实上，这是上帝的产业，是上帝的财产，但是他交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管理。所以耶稣用这样的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什么？好像一个人他去外国的时候，他把他的家业，把他的财产交给这些的仆人来做这样的管理。每一个人也许得到的金钱财产会不一样，当然我们会知道这个故事，也许这个故事我们看过很多遍了。很多人会知道说，原来有人是5000的，有人是2000的，有人是1000的，每一个人所领到的这样的一个财产跟这样的产业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除了在金钱以外，他们的态度有哪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18节的地方，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态度。18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8节的圣经，一起念来。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这个故事的脉络里面，5000的他领到钱之后，马上去工作去赚5000；2000的领到钱，马上再去工作，再去赚了2000。但是这一个人他做什么事情？他去把它埋藏在地里面。各位，不要工作是最好的，舒适圈是最棒的。干嘛要出去浪费体力、浪费时间在那个叫做辛苦的事情上面？所以这个人他的选择是什么？他的选择是，我不要出去做生意，我把钱好好的留着就好了，反正主人来的时候再交还给他。这是他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不太喜欢出去离开舒适圈以外的地方。为什么？因为那是要流汗的，那是要辛苦的，那个是要投入的。我常常跟一些要结婚的弟兄姐妹，一些年轻人这样提醒我说，婚姻要经营的。什么叫经营，知道吗？各位有看过早餐店吗？早餐店卖早餐的人，对不对？早餐店通常都是什么时间在卖早餐？最少你要5点半就要能够开张了，对不对？但是你觉得他一拉开门就是5点半开张吗？不是啊，他恐怕是要3点钟他就要起来备料了，他可能就有是花很多的精神要去预备他的这些的工料，所以他必须要在5点半之前就要更早的去预备这些的东西。但是你不可以说，我因为5点半卖早餐，所以我5点半才把铁门打开，因为你是来不及去做这些的事情跟预备这些的内容的。所以你必须要更多花时间去在这个地方去经营。所以经营婚姻也是什么？不是马上水到渠成的，是你需要花时间、花精神、花体力，要投入在那个地方的。所以那个才叫做经营。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是叫做经营，那个叫做水到渠成。所以婚姻里面也是这样，
包括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也是这样，你必须要投入你的时间跟精神跟体力在那个地方，才能够看到它有一些的效益跟效果在那个地方。所以赚1000，这个拿1000的人，他的最方便的做法就是我不要动，不要做任何的事情，让我自己可以修身养性，然后把钱藏在地里面，反正时间到了，我再把它拿出来交还给主人就好了。卡内基提到一个事情，他说心态是行动的推进器，所以你的心态是什么，可能就会造成你往哪一个方向，甚至是你能不能前进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1000的他的决定就是他要把它留下来，他不要往前进一步，他认为往前进一步是累的。你看那个拿5000的，他要再去赚5000，多辛苦多累。为什么我要离开那个舒适圈？为什么我要离开我现在的地方？我要把这个保留好就好了，让别人去努力吧。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只差那个跨一步的距离。几天前我看到一个影片，让我心里面有一些想法，有一些这个思考。各位知道，可能那片影片也许大家有看过哈。各位知道男生喜欢看战争片，我是说我自己喜欢看战争片。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电影是这样，它是故事是背景发生在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然后有2个阿兵哥，他们要横越沙漠，他们是狙击手。他们要横越沙漠，各位知道沙漠里面有很多未知跟不了解的东西，所以当他们要横越沙漠的时候，这个狙击手他身边的这个同伴突然间不小心就误触了地雷，然后后来当然就炸掉了，就死掉了。然后他的这个活着的这个人，当然要继续的要横越沙漠，因为不能够留在沙漠这边。但是当他要往前走的时候，突然踩到一个金属的东西，糟糕了！我的同事才刚刚踩到，我现在又踩到了，那我应该怎么办？沙漠里面有很多让人超过想象的事情，特别有一些风暴，沙漠的沙尘暴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人他必须要待在沙漠里面，等到风暴经过，甚至要经过那个高温炎热的地方，他不能移动，因为他只要移动，可能就地雷就会弹跳起来，就会炸掉了。所以他一直守在那里。当他在那里的时候，他非常的干渴，没有任何人帮助他。但是在他眼前有一个阿拉伯人经过，那个阿拉伯人经过的时候，就跟这个军人讲说：“你只要往前跨一步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那个阿兵哥，你觉得你敢不敢跨那一步出去？搞不好你是骗我的吧？你是想要害死我吗？我如果往前跨那一步出去，可能我的命就不保了。所以这个人他一直踩在那个地方，他不敢跨，即使人家告诉他，这个阿拉伯人告诉他，你可以跨一步，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不敢跨出去。后来在这个因为在长期的高温下，他实在是快要受不了了，而且是脱水的状态，他就看到有一个小女生就提着水给他，让他喝完了之后，然后一样告诉他说，你要往前跨一步。这个男生他还是不敢，因为往前跨一步可能我就死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高温高热，晚上又冷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有幻觉了。他甚至会觉得说，他身边那个已经躺在旁边那个同事，死掉的同事，好像还会起来跟他说话。除了这个以外，他还有很多回想，包括他曾经回想到，当他在家乡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喜欢他，但是他一直没有勇气去跨那一步，去跟这个女孩子要求婚，或者是要跟她要进一步的一个交往。他一直无法去勇敢的往前的去跨那一步出去，直到后来他发现他实在是没有力气了，没有办法了。他说那就死就死吧，就往前就跨了那一步出去。结果当他跨那一步出去的时候，底下的不是一颗地雷，而是一个铁罐子。当他跨出去那个步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人家告诉他你要往前跨一步，勇敢走出去是对的。所以他说我花了一段的时间在那个沙漠里面去承受这些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缺乏那个勇气去往前跨一步的那个勇气。所以心态是行动的一个
推进器，你的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也许当你多前进那一步的时候，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环境跟情况。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1节，这里这个故事里面，主人对那些5000的、领2000的，他们去赚钱回来的时候，主人对他们说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我们来看一下21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这节圣经，一起念来。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主人来说，5000的赚5000，2000的赚2000，但是对主人来说，它不是叫做特别大的事情，它还是叫做小事。所以对主人来说，你在小的事情上面能够有忠心，对主人来说，他就已经觉得满意了。所以主人的满意不是因为你赚很多很多，甚至超过5000的赚超过5000，不是，而是你有忠心的能够去好好的把这些东西能够做好的运用，以至于赚回你应该赚得的东西。所以在小事上，忠诚也是一个极大的成就。你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情，你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业，但是当你每一天都持续跟持守，都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产生极大的成就。我刚刚说我喜欢看一些战争片跟武侠剧，其实我很喜欢看那个武侠剧是什么？各位知道，在武侠小说里面，功力最强的通常都是那个最不起眼，每天都在扫地打扫的那个扫地僧。他每一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每一天都在做同样的工作，但是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他从他的打扫当中去学习一些的武术，或是学习一些的功课。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事情，是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在日本念大学的时候，在日本进修博士班的时候，他去日本的教会聚会，那个教会他是需要排椅子的，所以他常常讲一个事情，他说我在那个教会里面学到最大的成就，就是在最小的空间里可以排出最多张的椅子。所以在一件小事上面忠心，你就可以在大事上面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只是在做一件小事，你的小事可能在你的一个持续的工作上面就会变成是一件大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领1000的人，他却反而得不到这样的奖赏，因为他的决定是这样，所以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得到更大的奖赏。我们来看一下29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29节，一起念来。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属灵的原则上面也是这样。当你愿意多给出去的时候，当你愿意多付出的时候，当你愿意多操练的时候，上帝要给你更多的这样的机会。但是当你不愿意出去的时候，当你不愿意离开那个舒适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事情是，你就会只有在你原来的这个状态里，甚至是没有了。一点点的小事情都能够呈现出一个人的态度。所以你在小事上能够忠心，在大的事情上面就能够忠心。在小事上是不义的，在大的事情上也是不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不一定会有大成就，也许我们不一定都是一个叫做这个拥有很多的这个身份跟地位的人，但是当我们能够把握我们的这个所在的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忠心的在那个地方能够来呈现出自己的生命的状态。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时时提醒自己，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是不是好好的去运用它，还是不要去运用，把它藏起来，不要去做那个浪费时间体力的，觉得好像这样是流汗的，是让自己辛苦的。离开舒适圈本来就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也许在今年的当中，你经历过一些的事情，你可能经历到一些的状况，甚至是你无法预期的。也许你到了一个新的职务，或是做了新的工作，是超过你所想象的。我听过有一个年轻人这样讲，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碰过会计这种东西，但是他后来被调到内勤的时候，他必须要做这样的工作。我就跟这个年轻人讲说，你要感谢上帝，是上帝扩张了你的境界，
让你从不会这个东西，反而去学会了另外一样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是，当你愿意扩张你的境界的时候，上帝就让你更多的时间跟机会去拥有更大的这样的资源，你拥有更大的比别人多一些的地方，你可以有比别人更多更好的这样的一些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我常常鼓励一些弟兄姐妹说，如果在这个地方，假设也许有人会觉得说，我的音乐不好，我的这个声音不好，或是我的这个琴艺不好，可能我只会弹一些简单的歌曲，或是我只会唱一些简单的歌曲。但是如果你在一些都不会的人当中，其实你就是那个专业的人，所以你就可以成为那个地方的帮助，你就可以成为这一些不会的人他们的帮助。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其实你放在对的位置上，你就会在对的位置上发出光来，发出热来。所以很多人问我说，牧师你会什么？我说我大概只会站在讲台上，如果你把我丢到厨房，我没有办法当厨师，我没有办法当这些的工作，我只能够在我的身份上做我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虽然是一个牧师，我不能够强迫自己说，我要去当一个这个厨师，好像我要去练习我的手艺比别人厉害，没有办法。但是我很羡慕有这样的能力的人。当然我相信厨师放在这里，他大概也发挥不了他的功用。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除了在他的专业上面去学习以外，另外还要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包括牧师自己要常常去进修，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免得自己变成是只会这样的东西，而没有办法跟其他人做对话或是接触。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善用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好，所以我们看今天的内容里面给我们的几个提醒。第一个，善用恩赐做上帝的好管家。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里面给我们的提醒，他说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你哪些恩赐，你就好好的运用它，让你的恩赐能够好好的被上帝来使用，成为一个可以运用的这样的管道。上帝透过你可以祝福许多的人，上帝透过你的能力，上帝透过你的恩赐，可以让许多人得祝福得帮助。当然努力不是叫你一直往前冲，你需要能够知道明确的方向跟目标在哪里，所以跑错方向再努力也没有用的。所以你要懂得知道你的明确的愿景跟你的梦想在哪里，努力不是一直往前冲而已，而是要能够知道你的方向跟目标在哪里，你要怎么样去完成这个主人所托付的工作。上帝呼召你是不是成为一个在你的工作上职业上面为他做见证的人。你不一定要站上台讲道当牧师当传道人，但是你可以在你的工作上面来荣耀上帝。我常常讲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各位知道那个护士的鼻祖叫南丁格尔，知道吗？她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她是一个在灵性上面很棒的一个姐妹，但是上帝没有呼召她去当女传道，去当女牧师。上帝呼召她去做什么？她说我被呼召要成为一个护士，我要在我的护理工作上面忠心的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各位，如果你看南丁格尔的呼召，其实他并不是叫做没有能力去讲道，或者是他没有能力去带人家查经，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但是上帝呼召他去做护士的工作，他就忠心的往那个地方，并且在那里为主来做见证。所以明确的知道你要什么，并且能够在那个地方尽力的往前冲，上帝给你的恩赐努力的去摆上，让上帝在你身上来做奇妙的工。第二个，所求于管家的是要有忠心。好，那什么叫忠心？其实这段话最好。忠心的意思是什么？尽好自己的本分。尽好自己的本分就是忠心。你在一个工作上能够尽好自己的本分，就是一个忠心的人。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忠心是一个好像一个很大很远大的目标。忠心其实就是尽好你的本分，就是一个忠心的人。好，看下一页。好，所以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把最棒的自己表现出来。上帝帮助我们，当你在被使用的时候，上帝透过你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请你能够勇敢的站出来，往前跨一步。记得我刚刚讲的那个电影的那个例子，你只要往前跨一步，
你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把最棒的自己能够表现出来。当你的事情临到你的时候，如果上帝透过你能够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我不要，我不要，让自己可以往前跨一步，去迎接那个机会的来临。第三个，好管家要善用机会做主的工作。所以当你能够做主工的时候，上帝透过你来为他做见证的时候，让我们用百般的智慧，用各样的方式，能够带领人来认识上帝。我所谓这样讲，不是说叫你一定要带人家决志信主，你要信耶稣，信耶稣就得永生，然后让他那个来教会里面受洗，不是只有这样，而是你要去让人可以看到，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的生命，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在你里面活，让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哥罗西书1章28节这边提到一段很好的经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念来。我们传扬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上帝给我们有百般的智慧聪明，能够善用我们的恩赐跟能力，把人能够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今天呼召你成为一个老师，你就透过老师的角色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呼召你今天成为一个厨师，你就透过厨师的角色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今天透过你成为一个护士，一个医生，透过你要能够来让人可以到上帝面前，你就用你的角色，用你的身份，让人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的面前。记得是要引到上帝面前，不是引到自己的面前啊。很多时候我们是把人带到自己面前，但是最好的是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的地方里面提到一个大使命，他说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渴望上帝的同在，当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所教导我们的都教导别人遵守，主就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渴望上帝的同在，那么就让我们去尽力的去来做这样的工作，让人有机会透过我们来认识耶稣。有很多人说啊，我不会讲道，我不会这个传讲信息，我没有很大的能力。当你愿意的时候，上帝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去走。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做穆迪，各位可能有听过这个人。穆迪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口舌很会讲话的人，他甚至可能有点语言障碍。可是上帝透过他的讲道，透过他的分享，透过他站在台上，上帝的灵充满他，让他可以去服侍众人的时候，很多人透过他的讲道，因此悔改信主。所以不一定你要成为一个很有口才的人，但是当你愿意被主用的时候，上帝就使用你，能够来做奇妙的事。好，最后请我们来看一下，奥古斯丁这样说：上帝虽然提供风，但是人必须要扬起风帆。你有没有预备好？上帝提供你这些能力的时候，你有预备好扬起你的风帆，能够往前进吗？愿上帝帮助我们，不要害怕，觉得说好像这个困难很大，或者是人家会怎么看我。当你愿意勇敢的往前那一步去的时候，你所获得的将会比你现在的看到的要更多。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这一年即将要过去，新的一年也许上帝会给你有新的突破、新的发展，甚至有新的位置。你可能也许会到一个被提升到另外一个角色，或是另外一些侍奉上面。求上帝给我们预备好，让我们能够把风帆打开来。上帝给我们风，但是我们需要把风帆预备好，让这个风可以带领我们往前走。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有勇气、有信心，需要能够来张开我们的风帆。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迎接你所给我们的风。
主，你圣灵就是风，要来帮助我们继续的往前走，帮助我们不是把这个1000留在地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好管家，把这1000能够再运用，使我们能够赚回这1000回来。也许我们只有1000的能力，但是主，你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同样的把这1000再赚回来，以至于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荣耀。谢谢你施恩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面使人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叫我们能够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使人能够因为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传讲。给予为神，给予有；给予给神，给予多。我们在上帝的事工上越尽心的话，那我们就更拥有更多。接下来我们要进去背诵，因为今日在马太福音25章29节，我们来背诵2次，请。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马太福音25章29节，再来一次。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马太福音29章29节。接下来回应奉献，回应诗歌，主算主恩。接下来我们做个奉献祷告，请诗献的同工到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介绍新朋友汪思强弟兄。汪弟兄，他是我们曾荣基弟兄介绍的。我们欢迎你，一次欢迎，永远欢迎。请坐。林清红姐妹，欢迎欢迎。坐。接下来我们来唱诗，我们成为家人。我们唱2遍，第2遍的时候，我们彼此握手问安，拱手问安，拱手。我们成为家人。接下来报告。那教会消息总共有14点。今天是圣灵降临或第24主日，欢迎参加聚会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祝福大家。请为今天林继博传道的讲台及松柏小组前往凤山卫堂献诗服事及参与主日礼拜来祷告。第3点，社青小组将在11月21到22到南投5界宿营，请为他们出入平安来代祷。
第4点，南教区将在11月28星期六上午10点，在卫理堂举办义务传道退休会，请教会义务传道及实习传道参加。第5点是10月份的收支表以及11月执事会议记录已张贴在公布栏，请大家前往关心。主日后11点半，在601教室有洗礼前造就班，有意愿在圣诞主日受洗或转入的弟兄姐妹，欢迎参加上课。第7点，教会将在11月29日举办感恩节主日见证分享，邀请弟兄姐妹分享2020年美好的见证。第8点，为祝福艺人学院12月5号成果展及期末会议程序的进行顺利来代祷。教会儿童主日学需要师资的参与，有意愿参与师资培训的弟兄姐妹，请洽那个郑宝华校长。还有，我们欢迎诗班有兴趣参与唱诗敬拜弟兄姐妹参加，有意参与诗班练唱者，随时欢迎加入诗班的行列。第11点，我们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不受疫情影响来祷告。12点，教会2020年圣诞节节目预备及筹备同工规划顺利来祷告。感谢参与圣诞节场地布置的小组同工，也借此提醒大家预备好朝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周四晚上7点半到9点查经祷告会。这个礼拜查考是彼得前书第3章第8节到22节，欢迎一起来查考。也为今年教会聚会人数增长到180人来祷告，求上帝加添得救的人。以上是教会消息，然后接下来是肢体消息。请为以下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来代祷，愿上帝赐福看顾他们。以上报告。接下来弟兄姐妹请起立。3、1，送。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各样的恩赐赏赐在你的荣光堂教会，让弟兄姐妹善用你的恩赐，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殿乐。